大家好，我係 Eva。今年由年頭至今有關的士嘅話題可以話係源源不絕，例如網約車規管立法、的士筆試大改造、的士車隊陸續投入服務等等，每個話題都引發起坊間熱烈討論。我哋就趁住踏入第4季，同大家睇下的士牌價喺2025年頭3季嘅表現。我哋今集就會同大家睇一睇有關嘅數據，無論你係車主又或者係準買家，都希望你可以藉住呢一條片掌握到最新嘅市況。如果未訂閱我哋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，多謝支持。我哋可以先睇一睇今年2025年頭3季嘅的士牌價走勢圖表。我哋睇到整體嘅情況都唔係咁樂觀。我哋就以市區的士牌價為例，由年頭285萬下跌到9月尾232萬，下跌咗53萬，跌幅接近2成，大約下跌咗18.6%。至於新界的士牌價都同樣下跌，由年頭205萬下跌到9月尾146萬，下跌咗59萬，跌幅係比起市區的士牌價更大，係跌超過2成半以上，跌咗大約28.8%。我哋再睇下過往10年的士牌價嘅走勢表現，同樣係非常唔樂觀。以市區的士牌價為例，喺2017年年頭最高點667萬，跌到去今年2025年6月嘅10年低位199萬，跌咗468萬，足足跌超過7成，跌咗大約70.2%。我哋集中睇翻今年2025年第3季嘅表現，你就會發現其實的士牌價係開始有少少回穩嘅跡象。我哋就以市區的士牌價為例，由7月頭199萬，之後幾個月上落格局，去到9月尾232萬，3個月內升咗33萬，大約升咗16.4%。其實呢幾個月當中都有唔少關於的士業界嘅消息，先有運輸署喺7月向餘下嘅4支的士車隊發放正式牌照，意味住全部5支車隊已經正式全面投入服務㗎。5支車隊包括有太和車行經營嘅 JORE 樂行、中誠車行嘅星群的士，由 GoGoX 城市汽車集團合資營運 CMG Fleet 嘅 Amigo， 由新科發展國際及多名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理事營運嘅大黃蜂，以及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陳洲參與營運嘅 Big Boss Taxi。所有車隊均提供網約服務，乘客可以透過車隊嘅手機應用程式或者其他網約渠道預約行程，車隊亦都有提供客戶服務熱線，以處理乘客查詢同埋投訴。另外，所有車隊的士均提供多項電子支付方式，並配置安全設備，包括行車記錄儀、車廂攝錄機同埋全球衛星導航系統，以及司機監察系統等，以便利乘客同埋確保駕駛安全。另外，網約車規管法例條例草案出爐，於9月中起立法會首讀，並喺本月15號三讀通過條例草案。以上嘅唔同因素都係有助的士行業可以健康發展，長遠亦都有助提升的士牌嘅自身價值。但係點解的士牌價喺第3季又冇更進取嘅升勢？我估最主要嘅原因在於香港經歷幾年疫情重創，經濟陷入蕭條。即使疫後曾出現過一段小陽春，不過都對香港整體經濟冇乜顯著幫助。加上呢一年地緣政治風險增加，令到更加多投資者入市更加審慎。仲有最主要原因呢，網約白牌車嘅問題仍未徹底解決，網約車數量需要研究討論。若果最終網約車發牌數量龐大，有可能會長遠影響到傳統的士平台嘅生存空間。所以呢幾方面就令到的士牌嘅價值仍然存在不確定性，導致牌價未有回升嘅主要原因。如果要講到最近最值得大家留意嘅消息，就係喺啱啱嘅10月初，美國聯儲局發布上月嘅議息會議記錄顯示，大多數官員認為喺今年剩餘嘅時間裏邊有進一步嘅放鬆政策，亦都意味住新一輪減息週期再次來臨。但有一啲政策制定者指出，從若干指標嚟睇，有必要採取謹慎嘅態度。根據9月份嘅會議，與會者中有10人認為預計今年仲會再減息2次，各減息0.25厘，另有9人認為應該會減息1次或者更少。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 通過將基準利率下調0.25厘，但係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新任命嘅聯儲局理事 Stephen Miran 投反對票，認為9月應該減息0.5厘。就現時香港嘅匯豐銀行嘅最優惠利率5.125厘，如果未來進一步減息，會令到的士嘅按揭貸款成本降低，令車主嘅供款壓力減低。
另外，減息亦都會令市場上嘅資金去尋找更高回報嘅資產。隨住全球經濟與政治前景嘅不確定性加劇，投資者尋求將資金投入更安全嘅避風港。相信以的士牌現時有大約10厘嘅租金年回報，亦算係一個穩食自用嘅選擇之一。大家可以密切留意的士牌價嘅發展，一有最新消息，我哋會第一時間同大家報道。唔知你對的士牌嘅前景有啲咩睇法？歡迎留言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，歡迎下載我哋嘅 FHKTE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，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。我哋下集見。